Jawab tusan kadam-daman na makaitin na sulibat. Sa katutso kadam-daman aurita supuin akaino at samas imazay to irimia sulatan imazay to sepata puru akayan imazay to itakaram patuta puru katuun makaran amasanita limazay to sepata puru katu itakayan imazay to itakaram patuta puru akaram耶利米书40章1节到16节，41章1节到10节。耶利米跟基大利同住，尼布撒拉旦护卫长在拉玛释放我后，上主对我说话。我曾经被链子锁住，跟所有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耶路撒冷和犹大人民一起被带到拉玛。护卫长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上主你的上帝宣布要毁灭这地方，现在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做了。这是因为你们得罪上主，不听从他的命令。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让你自由。如果你要跟我到巴比伦，可以一道去，我会好好照顾你。如果不愿意，就不必去。”整片土地都在你面前，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我还没有回答，尼布撒拉旦又说：“你回到沙班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吧。巴比伦王已经指派他做犹大各省的省长，你可以留在他那里，住在你同胞当中。假使你喜欢到别的地方，也可以随你的意思。”于是他送我礼物和旅途需要的粮食，然后放我走。我到米斯巴去找基大利，跟留在本地的同胞住在一起。基大利受任总督，有些犹大官员和没有投降的部队听见巴比伦王指派基大利做犹大的总督，让他管理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最贫穷的人。于是这些官员包括尼探雅的儿子伊斯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当胡木的儿子希莱亚、尼陀法人以韦的儿子们和马加人耶萨尼亚率领部属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保证说：“你们别怕，向巴比伦人投降，你们只管留在这里，服侍巴比伦王，一切都会顺利。我要亲自留在米斯巴，巴比伦人来的时候，我会做你们的代表。你们可收存酒、果子、橄榄油，留在你们所占有的城镇。”这时，逃亡到摩押、亚门以东和其他各地的以色列人听说，巴比伦王准许残存的以色列人住在犹大，并委派基大利做他们的总督。大家都离开流亡的地方，回到犹大。他们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在那里收存许多酒和果子。意大利被刺。这事以后，约翰拿和没有投降的部队的指挥官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你晓得亚门王巴利斯打发以实玛利来刺杀你吗？”基大利不相信这话。后来约翰南私下跟基大利说：“请准我去把以实玛利杀了，没有人会知道是谁干的，何必让他杀你呢？如果你被杀，在你周围的人将被驱散，残留的犹大人都要灭亡。”但是基大利回答：“我不准你这样做，你冤枉了以实玛利。”那一年7月，王族的一员，也是王的一位主要官员，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了10个人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总督。他们在一起进餐的时候，以实玛利和跟他同来的那10个人拔出剑来，把基大利杀了。以实玛利也杀了跟基大利留在米斯巴的以色列人和刚好在场的巴比伦军人。第二天，在未发现基大利被刺杀以前，有80个从事件示罗和撒玛利亚来，他们剃了胡须，撕裂了衣服，割破自己的身体，并带来素祭和乳香，要上圣殿祭饭，要上圣殿献祭。
以斯玛利从米斯巴出来，边走边哭，去迎接他们。他们一见到他们，就邀请说：“请来见基大利。”他们一进城，以斯玛利和他的部属就下手杀他们，把尸体扔进坑里。他们当中有10个人向以斯玛利哀求：“请不要杀我们，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橄榄油和蜜藏在田间。”以斯玛利就饶了他们的命。以斯玛利抛弃尸体的那坑非常大，这是从前亚撒王为了防御以色列王巴沙的攻击挖掘的。以斯玛利用那些人的尸体把坑填满了。接着，以斯玛利逮捕了王的女儿和所有留在米斯巴的人，下亚门逃去。这些人是尼布撒拉旦袒护护卫长交给基大利看管的埃就开努阿茨马斯。Satu cu asinan na puro kai mazai toa lusa karam pajujiro karam。护卫长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上主，你的上帝宣布要毁灭这地方，现在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做了，这是因为你们得罪上主，不听从他的命令。”耶利米书40章2到3节。Satu suaka jam-jaman asini pupatarwan， 上主对我说话。Ibu cemas dan wakan， Ibu takama cemas dan wakan。今天这段经文中，耶利米回顾在拉玛被巴比伦的护卫长尼布撒拉坦释放的经过。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语词，就是上主对我说话。先知领受上帝的信息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这段叙述中提到关于上主对我说话的情境，说话的不是先知耶利米，而是尼布撒拉坦。耶利米书40章2节提到，尼布撒拉坦把耶利米叫到一旁，对他说了这段话：上主，你的上帝宣布要毁灭这个地方，现在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做了，这是因为你们得罪上主，不听从他的命令。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让你自由。如果你要跟我到巴比伦，可以一道去，我会好好照顾你。如果不愿意，就不必去。整片土地都在你面前，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尼布撒拉坦说的这段话，仿佛上主给耶利米的应许和保证。我们若没有跟着经文的脉络阅读，会以为尼布撒拉坦和耶利米是好友的旧事。当他对耶利米说出这段话，充满了对耶利米的敬重，与犹大国的达官显要动不动就要耶利米死的威胁恐吓有天壤之别。读起来特别有意思。从犹大人的角度来看，尼布撒拉坦是率领军队攻打他们的敌军将领，是让他们国破家亡的仇敌。然而如今站在耶利米眼前的这位巴比伦护卫长，却像上帝差派来的天使长，对着上帝的仆人宣布：你要得释放，且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做决定，一切按照你的心意而定。尼布撒拉坦在释放耶利米后，甚至还送上礼物与旅途需要的粮食，这画面看起来真是贴心温暖。耶利米并不是一个宗教投机者，看到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靠。相反的，他领受上帝的信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耶利米极力劝诫犹大人放弃邪恶的生活，要做正直的事，不可膜拜服侍别的神明。他的呼唤如同要把沉睡的狮子叫醒的号声。没有想到，这头狮子好像不愿起床的孩子，被叫醒后充满起床气，不断撕咬攻击耶利米。反观这位巴比伦的护卫长尼布撒拉坦，他对耶利米展现的样貌，
像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大将，带着极度的尊重和敬意，善待被掳的囚民耶利米，并解除他身上的枷锁，使他重获自由。在充满混乱征战中的生活中，上主如何向我们说话？我们怎么聆听来自上主的声音呢？在我们忠心侍奉主却不被接纳，反遭到恶意攻击时，使我们继续坚持的力量和信念是什么？喜那亚多萨卡加曼加曼，阿西尼波波达尔班，上主对我说话。Satu tu asini pagi ni mana macam ni？在生活中，我要怎样辨识上主对我说的话，并具体回应呢？Sinaya tu soka zaman aru jagi galuina kini menam, natina nagamalu kini menam ayakana pasamarau ka enuli。亲爱的上主，你经常借着环境向我说话，有时甚至透过不同立场的人传达信息给我。求你帮助我仔细聆听，辨识那些出于你良善美好的旨意，并乐于采取行动回应。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Mari tu suaka jam-jaman na makaitina na kilarai to mana sini pada dekat danutin nuata kama cemas. Ori makaitina masihwa to takina kemudian masalah dia wa sepakai ringau danutin. Kemudian pasadungwa to jawaru to jakiman to mana sini pasmarau nuata kama cemas. Asini aivu nua cemas danutin. Manari makaitina na masihwa to papa penut saka makaitina na makazwa to mana sini rengan to amabana daran nuata kama cemas. Latina na tapo picur, latina na kiparai sakamaya to kama cemas. No matazwa manari makaitina na pulingalingau penenu to mana sini pada dekat nuata kama cemas. Ayakana dimikita pasamarau danutin nama polat sakama dimali. No izoi ni kana madungwa namun na pada katanga sakama dimali. Latina na suliva tu suata kinadawan taja pingan